大家好啊！歡迎大家繼續支持玩物士多。今日同大家玩下五星戰隊變身器。好啦，大家一齊氣力轉身。呢盒變身器當時售價2980 yen。最長可以伸到720mm， 有5個頭可以替換。當時賣緊2900 yen。跟住呢盒武器套裝有腰帶、長劍、短劍，仲有襟章。有得發光發聲。好啦，唔講咁多啦，即刻開嚟玩啦！1992年Made in Japan。音效得一種嘅啫。
腰帶扣、襟章一個、腰帶一條、長劍、短劍、兩個劍套可以攬喺腰帶上面。多謝大家支持啊！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